今仔日是肉粽节连假的第一天，真侪人安排到东部，想讲一定会塞车，所以七早八早透早6点就出门，想袂到也是塞车。讲这个国道5号透早5点就开始塞咯，塞2公里半，这个车速只有30公里，差不多是塞到下晡的3点左右，车流量是比平常时加出1倍外。宜兰的清水地热这个景点人真多，才开行半点钟，车位就用要总停电咯。连假阁好天，清水风景区人上济，透早宜兰清水地热公园都真侪人，若煮番麦，若吃寒，嘛是算甲真欢喜。才开行半点钟的时，停车场就强要停。上高速公路那段塞很严重，所以6点多上高速公路就塞了哦。一大早就来了，在像国五交流道前就一直塞了，蛮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因为我们6点就出发了。透早出门就塞车，原来连续假期期间，真侪人要去东部佚佗。透早6点出门，依然塞伫半路。连假头一天到底有偌趁？这驾驶拢伫咧排列，袂说是大型停车场。苏花界苏澳这边的入口，为透早5点就开始出现真侪车，车速也只有30公里，等的车差不多2公里半遐长。警方赶紧来到指挥，加派超过200个人。首先看到国五，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南向车流出现了。那这股车流预计会到下午的3点后才会得到疏解。国五的民众们南下的话，你可以考虑下午5点后再出发。高公局判断讲，国道5号5日这一天有可能会连塞10点钟。往南行，发现的人水磅空有较好，今日这车流量拢算是有顺，无出现塞车的情形。提醒咱的驾驶朋友，你若真正要出门佚佗，上好就要撇开尖峰时段，提早确认路况，安尼较袂影响心情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